和欲望，为所不到衙门去告，今天雷路黑冤。大人，小民有上旨。呈上来。高州人江泽金将被扶持，上告宰相公子你不惧。光天化日，今天强一我，害得我母亲下落不明，回望他手，恩上高，恩上高。哎呀！你上告宰相公子你不惧，正是他强于你。长子，你是真人，我是长人。是今你母亲至今下落不明，对我母亲不见了。好，长子本来请你休下，你们在相府王逃往时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这继续强力力，一时苦难，听我为之相助，娘子秘籍一文便知。